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Raymond，我係 Mia。首先，我哋睇翻今集嘅個案。投訴人咧喺危疾保單生效咗9個月之後咧，就不幸患上咗呢個胰臟癌3期，於是咧就向保險公司申請咗呢個癌症嘅危疾索償。但係保險公司喺處理索償期間，發現投保人喺早5個月因為頭暈同聽力障礙而入院，當時懷疑患上咗梅尼爾氏症，而且醫生亦都曾經轉介咗佢去神經專科。咁保險公司就覺得佢投保時冇申報到呢個病歷，係屬於未有披露重要事實，咁所以就拒絕咗佢嘅危疾索償申請。投訴人咧就向保險公司解釋，當時嘅頭暈咧同之後確診嘅胰臟癌咧係完全無關嘅。佢仲強調，腦部檢查咧係佢因為緊張身體狀況而主動要求嘅，並唔係醫生硬性嘅建議。至於睇精神專科，醫生只係話如果症狀持續先至需要去。咁佢之後冇再頭暈，所以就冇再有跟進啦。咁保險公司雖然收到投訴人同主診醫生提供嘅證明，但係都依然堅持維持原判。於是投訴人就去保險投訴局投訴，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投訴嘅結果成唔成功？今次嘅投訴結果係成功嘅，關鍵咧係對如實披露原則嘅理解。投訴委員會咧詳細審視咗投保申請書上面問題，其中只有一條相關問題係問投訴人係咪曾經被建議由註冊醫生覆診或者跟進檢驗。投訴委員會認為腦部檢查係投訴人主動要求，而唔係醫生建議，所以佢冇申報係合理嘅。至於轉介去精神專科，醫生嘅建議係有條件嘅，就係如果症狀持續先至需要去。既然投訴人嘅症狀冇持續，呢一個就唔算係一個必須執行嘅跟進建議。投訴委員會咧就相信投訴人已經根據佢嘅所知，誠實咁樣去回答咗投保申請書上面嘅問題。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今集關於如實披露嘅資訊，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下次見，拜拜。